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25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18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24天。乌克兰最高军事指挥官就是总司令谢尔斯基说约有1万名俄罗斯士兵正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作战，其中约90平方公里的地区由乌克兰军队控制。我们控制着俄罗斯联邦库尔斯克地区赫卢什科夫区的90平方公里领土，这是我们为应对可能的敌人袭击而采取的先发制人的行动。乌克兰军方说该地区的活动阻止了俄罗斯向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派遣大量部队，该地区是3年多来全面入侵中最激烈的战斗地点之一。乌克兰军方称谢尔斯基的部队正在沿着绵延约1200公里的前线击退俄罗斯军队，目前局势依然艰难。5月和6月，俄罗斯的进攻速度加快，但乌克兰军方表示这是以俄罗斯在小规模突袭小组袭击中伤亡惨重为代价尽管军方表示其军队上周击退了俄罗斯向乌克兰第聂伯罗波德罗夫斯克地区边境的进攻，但俄罗斯仍在继续向乌克兰东部和北部地区施压。俄罗斯军队还继续对远离前线的乌克兰城市发动致命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迫使乌克兰创新其防空方法。乌克兰的军方表示目前已摧毁俄罗斯发射的82%的沙赫德型无人机，但需要更多的地对空导弹系统来保卫关键基础设施和城市。军方表示，空军还在致力于开发使用轻型飞机和无人机拦截器来击退可能动用数百架无人机的俄罗斯袭击。乌克兰还依靠其远程能力对俄罗斯领土上的经济和军事目标造成破坏，从而增加莫斯科的战争成本。今年1到5月，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炼制和燃料生产行业、能源和运输供应以及战略通信造成了超过13亿美元的直接损失。2025年6月24日，俄罗斯对第聂伯罗市发动了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袭击导致民用基础设施受损，有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当天上午约11点，北京时间为16点，已确认至少发射了2枚导弹，造成严重破坏。袭击波及住宅区、教育和医疗机构、行政大楼以及公共交通等民用目标。据地方当局通报，此次袭击已造成第聂伯罗至少9人死亡，约70人受伤，其中包括10名儿童，5名伤者情况危急。同时，在萨尔马市也出现导弹命中，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乌克兰政府和总统办公室将此次袭击定性为对平民的有计划的恐怖袭击。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表示俄罗斯再次展现了其恐怖主义国家的本质，以国家名义掩盖对和平居民的战争行为。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会议上，克里米亚鞑靼人议会呼吁穆斯林国家代表团更加积极地抵制俄罗斯的侵略，并为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做出贡献。俄罗斯关于保护穆斯林的言论是错误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也是穆斯林，才是乌克兰占领的最大受害者。这个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向这个穆斯林国家求助一起抵制俄罗斯的侵略。那这里面恐怕真正能帮上忙的就是土耳其。这个乌克兰的安全局局长马柳克透露了更多驻网行动的细节。为了通过俄罗斯的海关运输必要的设备，比如说为无人机充电的太阳能电池板，这些东西要运进俄罗斯那必须要过俄罗斯的海关。要过海关，这乌克兰人居然还给海关送钱。该行动于2023年11月开始准备，历时1年6个月9天。建造这些房屋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是为飞机建造的，运输这些房屋的人也不知道具体细节，只有马柳克和1名工作人员知道此次行动的细节。为了保密这个事情只有马柳克和1名具体执行这个任务特工就他们2个人知道细节。更多的惊喜在等待俄罗斯。乌克兰计划开展更大胆的行动，例如蛛网行动，这个是伊尔马克说的也就是这个前2天乌克兰的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向这个泽连斯基汇报的他们已经掌握了俄罗斯的这个软肋知道俄罗斯
斯薄弱的地方。接下来很有可能又有大动作。乌克兰已成功研发并投入生产高威力战术弹道导弹有损。在回答弹道导弹能否打到莫斯科的问题时，伊尔马克回答道：“我认为我们能够不止一次的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这么一说俄罗斯的五夫一娃一惊现在已经是夜不能寐没有办法安心入睡。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6月2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他再次呼吁欧洲国家拨款以支持乌克兰的武器生产。泽连斯基在讲话中重申对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支持，该计划规模达1500亿欧元，旨在推动欧洲国防工业发展。他还呼吁将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此外，据泽连斯基称俄罗斯武器的部分部件由欧洲及其他国家生产。他强调必须确保欧洲企业不向俄罗斯提供任何援助。大家看视频And all the weapons we produce become part of a new, stronger European defense and security system. In this context, we welcome the European initiative Security Action for Europe, which includes plans to provide up to 150 billion euro to develop the defense industry. And we call for this program to also be actively used as an extra source of support for our shared security.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23号访问英国，会见国王查尔斯3世和新任首相斯塔默。这一次泽连斯基一反常态他罕见地脱下了标志性的军绿色服装，改穿黑色西装出席正式活动。我看了一下他那个黑色西装也不是什么正经的这种西装有点像休闲服或者叫休闲制服吧，但反正不是以前常穿的那种绿色的这种服装泽连斯基受邀与查尔斯3世共进午餐，随后他在唐宁街与首相斯塔默会谈，重点讨论乌克兰军事局势以及北约峰会的对俄策略。有分析称泽连斯基改变穿西装可能意在传递更正式的外交信号。此前他坚持身穿军装，被外界认为是想凸显战时总统形象。今年2月，他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因没有穿西装，遭到一名美国记者的质问。在英国的伦敦有记者问泽连斯基乌克兰是否会输掉这场战争？泽连斯基说不，我不这么认为，情况并不轻松，但不像大规模入侵的最初几天，普京在战场上表现不佳。乌克兰人是越打越勇越战越勇，实力是越打越强。时间站在乌克兰这一边。乌克兰的国防部长乌梅罗夫说乌克兰和英国已同意联合生产无人机。该大型项目实施前3年，英国将资助购买乌克兰全系列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将在英国生产。战争结束后，英国和乌克兰将互相分配制造的无人机，这个也就是乌克兰人在英国生产无人机英国出钱，这个地保老人呢也不敢去炸英国。据天空新闻网报道多名消息人士透露，英国与其他北约盟国已达成初步共识，计划到2035年将国防及安全相关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就是 GDP 的 5%。2名参与谈判的外交官证实，该提案已纳入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声明草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于22日宣布，西班牙已与北约达成共识，可根据本国财政状况调整军费增长步调，而非机械的追求 5% 占比目标。目前北约设定的军费标准为 GDP 的 2%，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公开批评欧洲盟国军费不足，并施压推动北约调整开支门槛。美国国防部近日提出将 GDP 的 5% 作为全球防务新标准。这个欧洲军费提高到 GDP 的 5%， 那压力最大的就是俄罗斯这欧洲本来就比俄罗斯有钱。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的经济总量在俄乌战争前是俄罗斯的17倍，而如今是俄罗斯的151倍。欧洲军工生产能力在俄乌战争前是俄罗斯的7倍，而如今是俄罗斯的33倍，并且随着战争的持续，俄罗斯与欧洲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他表示欧洲完全有能力帮助乌克兰收复乌东、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乌克兰领土。乌克兰取得完全胜利，这事关整个欧洲的安全。欧洲绝不接受和承认任何以牺牲乌克兰领土为代价的
谈判。这个欧盟的决心啊，也就是欧洲啊，在10年内军费要涨到 GDP 的5%，这本来总量就是俄罗斯的几十倍 ，GDP 的5%这个军费，那对俄罗斯的压力是非常大。这都是普京啊自找的。本来欧洲是什么个状况？欧洲全仰仗这个美国了，欧洲叫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二战以后啊，对吧？他那个军费占 GDP 好像0.0%，全指着美国。现在好了，人家自己5%，这一下啊。泽连斯基会见荷兰首相啊，这个荷兰国防部长表示啊，荷兰将向乌克兰提供一项价值1.75亿欧元的新军事援助计划。荷兰国防部部长布雷克尔曼斯宣布，新的1.75亿欧元援助计划将包括雷达系统、无人机驾驶车辆和无人机。乌克兰与荷兰公司签署合同，将生产60万架无人机。在荷兰参加北约峰会的泽连斯基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员珍妮·沙欣和克里斯·库恩斯，双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平进程以及特朗普总统提出的停火倡议。泽连斯基表示啊，该倡议有望成为迈向有尊严的和平的一步。最近，俄罗斯针对乌克兰人民的袭击表明，俄罗斯对和平不感兴趣，且仍在不断升级，因此必须加大施压力度，防止莫斯科有机会进一步生产恐怖手段。格雷厄姆和布鲁门萨伊尔议员提出的制裁法案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感谢参议员们的支持。乌克兰愿意以互利和建设性的方式开展合作，购买美国武器，并联合生产乌克兰武器。我相信这种做法将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也就是泽连斯基希望跟美国一起啊合作生产武器，还可以买他的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啊24号搭乘空军1号途中向随行媒体表示啊，自己可能在荷兰海牙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在这个峰会这个会场边上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并称泽连斯基目前面临相当困难的处境。这个就像在上一次在那个梵蒂冈那个教皇那个什么遗体告别仪式上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就在教堂旁边聊了10分钟，效果非常好希望这一次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再次短暂会面，能聊出一些对吧火花。泽连斯基抓住机遇这个特朗普对媒体说他说如果我见到泽连斯基，我会说你还好吗？他的处境确实很艰难，但事情原本不该演变至此。特朗普此番谈话透露他对乌克兰所处战争环境的某种程度的关切，同时也延续他一贯对当前俄乌冲突爆发背景批评立场。也就是说这个特朗普的这个不靠谱他这个说法一方面对吧，他也还是比较关心这个乌克兰目前一个状况。第二个呢，延续他一贯的这个批评的对吧？如果是他当年当总统，就不会有这场战争这是拜登的战争。然后这个泽连斯基这个非常难谈，不听特朗普的，如果早听特朗普的已经停火了，大概这意思因为特朗普不指责泽连斯基手上没有牌吗？你已经没牌可打了。法新社早前引述乌克兰总统高阶官员消息称泽连斯基与特朗普预计将在25日与北约峰会会场边进行会晤，目前双方团队正在协调会谈细节，初步排定在当天下午举行。本次会谈的重点将聚焦乌克兰国防能力的提升，特别是采购先进的防空系统与相关军事装备。此外，双方还将就扩大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进一步限制俄罗斯能源出口以及强化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支持等议题进行深入磋商。外界普遍认为若泽连斯基与特朗普成功会晤，可能为乌美关系在战争长期化背景下注入新的变数。希望特朗普这个携这个干让伊朗和以色列和平停火这个威风能够助乌克兰一臂之力特朗普刚在中东取得一个胜利，这是难得的。他上任这5个月以来算是一个好消息，难得的干了一件正事派 B52派 B2隐形轰炸机摧毁了这个伊朗的福尔多核设施基地，没有任何损失，这也是不错的一个战绩是不是让特朗普这个找到了感觉重振雄风然后面对普京的时候腰杆的硬，底气足一点。这个每日电讯报报道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美国和以色列优势不仅使伊朗的防御希望破灭，
而且严重动摇了莫斯科对自身防御能力的信心，那也就助长了特朗普的这个信心自信。说对乌克兰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信号，毕竟俄罗斯的 S-300及其现代化的同类产品，例如 S-400和大肆吹捧的 S-500，现在在防守西方现代化技术时显得束手无策。你看看呢 F-35在这个伊朗的上空如入无人之境， B-2隐形轰炸机那更是了，那是个亚音速这个飞机也就是飞得比较慢，照样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个福尔多核设施给炸了。也就是说这个部署在伊朗的这些俄罗斯的防空系统那就是个聋子的耳朵，就是摆设。去年伊朗对在这个德黑兰参加活动的哈马斯的这个政治局的这个主席哈尼亚进行斩首活动然后伊朗升起了这个黑色的什么血旗是吧，也要报复。然后这个绍伊古很贴心的这个带着4架伊尔76运输机据说运了很多 S-300 S-400给乌克兰，给这个伊朗有什么用呢？乌克兰已经通过针对俄罗斯战略航空，比如说蛛网行动的行动，让世界感到惊讶。现在又收到了另一张王牌，什么王牌呢？说伊朗的例子证明，在西方的支持下，即使是最好的俄罗斯防空系统也很脆弱。我想这不光是乌克兰这个特朗普应该对吧，腰杆也挺起来，不要怕普京普京无视人员伤亡，将数千名士兵投入战斗，他不能忽视自己的脆弱的风险。毕竟以色列和美国已经展示了不仅能够摧毁目标的能力，而且还有能力识别和摧毁敌方等级制度中的关键人物。乌克兰还证明他可以在俄罗斯境内采取行动，还在克里姆林宫引起了真正的恐慌。也就是说这个美西方还有乌克兰到时候可以采取斩首行动对吧？伊朗10几名这个将军被团灭，这个也让俄罗斯的五夫一娃非常紧张他们强烈谴责这种行为打仗就打仗，搞什么斩首不讲武德。政治潜台词甚至更深，如果美国决定像以色列一样武装乌克兰，战争可能会发生新的决定性转变。普京明白这一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关于谈判的说法，也就是普京看到以色列还有美国在伊朗这些所作所为普京对吧，不禁又换了一个尿不湿太吓人。美国在伊朗的武力展示，可能不仅是对德黑兰的信号，也是对莫斯科的警告。在现代战争中，技术就是一切。如果西方最终决定给乌克兰一整套能力，普京将别无选择，只能投降。这是每日电讯报写的我认为这个每日电讯报说的非常有道理，尤其是等到乌克兰这个他的 F-16的飞行员越来越多，到乌克兰的 F-16战斗机越来越多，还有这个幻影2000，这个战争很有可能发生逆转。那大家想象一下，这个以色列对吧，一开战当天就把伊朗的制空权给拿下，乌克兰人完全能做到那乌克兰现在蛛网行动，实际上你不知道乌克兰有多少特工潜伏在俄罗斯国内对吧？俄罗斯那些是为数不多的那些雷达防空系统，也有可能在开战之初短短时间内被摧毁，或者是对吧，发射什么哈姆反辐射雷达，然后这俄罗斯就成了这个就任由乌克兰轰炸，不就跟伊朗一样对吧？以色列把伊朗的那弹道导弹发射的这个阵地发射车发射器全给摧毁了，军工厂炸，核设施炸。俄罗斯领土那么大，它一共有多少套 S-400 S-500 还 S-300，这些东西又不管用。所以说等到乌克兰的这个飞行员达到一定的数量，等到乌克兰的 F-16幻影2000飞机达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这个战争的天平就会发生变化。那个时候俄罗斯恐怕只能投降，他毫无还手之力到时候俄罗斯所有的表演都是给俄罗斯人看。所以说特朗普面对普京应该挺起腰杆，因为他在伊朗干的这一票很漂亮证明了美国有实力而普京呢，这个时候赶紧抓住机会和谈，看看能不能占点便宜。越往后不仅占不着便宜，恐怕损失失去的会更多。所以你看这个俄罗斯人还是比较实诚的路透社6月20日报道说，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预计将在下周与乌克兰就第3轮和平谈判的时间达成共识，相关协调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佩斯科夫指出，担任俄方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的顾问梅金斯基正与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双方就未来的谈判日程展开协商。加拿大
正在帮助乌克兰升级其直升机，以拦截沙赫德无人机。谢尔斯基将军指出，多个国家正在协助乌克兰陆军航空兵，但主要是加拿大。加拿大转移了现代化的光电和瞄准系统，都在武装乌克兰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啊，有装备的出装备啊。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宣布，乌克兰今年将获得35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欧洲和加拿大盟友在头3个月内即完成资金承诺，显著加强了对乌防御支持力度。挪威将采用康斯伯格技术，在乌克兰本土生产无人水面舰艇。挪威国防大臣桑德维克已确认，2025年将投入5.8亿欧元预算，与英国共同支持海上防御联盟。此举显著增强乌克兰在黑海对抗俄罗斯的能力。这个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来说啊，又是凶多吉少啊。这个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啊，他在这个北约峰会上说啊，欧盟已制定一项价值1500亿欧元的计划，以支持乌克兰发展创新国防工业。冯德莱恩表示啊，乌克兰仅用3年多的时间从零发展国防工业，令其惊叹。根据他的说法，欧盟驻乌克兰防务创新办公室的设立，是因为欧盟正在向乌克兰学习。你看看啊，欧盟人家要向乌克兰取经学习，对吧？制造无人机啊，说明乌克兰这3年啊变化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说时间是在乌克兰这边，乌克兰是越打越强啊。乌克兰通讯社引用乌克兰经济部信息报道，乌克兰、意大利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署了一项总额为150万欧元的协议，旨在支持人道主义排雷项目。6月2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啊，他希望继续执政乌克兰，直至俄乌冲突结束。他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谈到了这一点。当记者马克·奥斯汀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否认为自己是带领乌克兰度过俄乌冲突最佳人选时，他回答说啊，我是最有经验的，也许不是最好的，总有人比你更优秀。泽连斯基还说啊，他说乌克兰不是客体，而是主体。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展现了我们的独立性，即使在没有合作伙伴支持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他说，所以啊，我们不会接受俄罗斯联邦的任何最后通牒。我相信乌克兰不会成为大国谈判的筹码。我觉得乌克兰啊，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不可能成为什么大国啊博弈的筹码，因为他的实力啊已经打出来了。普京目前需要暂停，如果不紧急增加北约的支出，乌克兰将推迟新的攻势。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北约啊，或者就是欧盟啊，现在还没准备好，对吧？要增加军费，准备好，乌克兰在发动新的攻势。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他说啊，俄罗斯需要的是就乌克兰问题给出铁一般的保证。对西方来说，信任但要核实的做法远远不够。拉夫罗夫说啊，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西方？我认为即使是里根的信任，但要核实的方法也不够。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核实，我们可以通过在协议中商定核查协议执行情况机制来进行核查，也可以通过情报机构及政治和军事情报部门进行核查。但我们必须好好想一想，我们需要关于乌克兰的铁一般的保证，这些保证必须写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尽管我重申，在这方面西方不可信，西方已经多次践踏安理会的这些保证。拉夫罗夫指出啊，西方一直没有达成协议的能力，这在历史上并非第一次。这个就是俄罗斯的叫黑白颠倒啊，是非颠倒。这个俄罗斯人呢，签协议啊，就是用来撕毁的。布达佩斯备忘录，对吧？明斯克协议签了多少个了，都是俄罗斯自己撕毁的。自己啊侵占了克里米亚，搞所谓的非法公投啊，让全世界承认，结果没有几个国家承认，对吧？连2个印度啊都不承认，他现在居然要联合国安理会来承认啊，这就相当于啊一个流氓把一个姑娘强奸了，完了还要人家承认他们俩是合法夫妻。所以说跟俄罗斯啊你谈不出个所以然，他们只能听得懂大炮的声音啊，只能把它分解成20个小俄罗斯。这个普京啊对记者说啊，我们必须回归乌克兰最初的国家原则，中立不结盟，无核地位。正因为乌克兰中立不结盟，无核地位，现在不就遭到俄罗斯的侵略吗？这个普京还说啊，承认克里米亚和其他地区的公投对于防止再次发生冲突至关重要。这个就是普京要求乌克兰承认啊，乌东4个州加克里米亚的公投，那些都是俄罗斯的新领土，这不是鸡同鸭讲？如果21世纪了还允许一个国家这么干，把别人的领土一占领，然后拿着枪，对吧，搞公投，这就合法化了，那还不是就是变成一个叫什么丛林法则，谁流氓谁狠谁就厉害，弱肉强食啊。平心而论啊，就俄罗斯这样的治理能力啊，这种发展水平，你就是把整个欧洲整个亚洲都给俄罗斯有什么用呢？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